突發。據香港媒體最新且確切嘅消息透露，洪金寶嘅大仔，香港知名男藝人洪天明同佢老婆前港姐季軍周嘉慧，正式做出一個重大嘅家庭決定，全家搬離住咗好多年嘅香港，將生活重心完全轉去深圳。呢個唔單止係地理位置上嘅搬遷，更被外界睇成係呢對同甘共苦多年嘅夫妻關係修復同家庭重組嘅關鍵轉折點。呢個決定唔係一時衝動，而係經歷過無數次深夜嘅爭吵、冷戰，仲有媒體嘅捕風捉影之後，兩個人為咗保住呢段搖搖欲墜嘅婚姻而拋出嘅最後一個救生圈。據悉，洪天明同周嘉慧嘅婚姻已經維持咗好多年，兩個人一齊生咗兩個活潑可愛嘅仔。依家大仔洪大人12歲，正處於小學升初中嘅關鍵階段，性格開朗，遺傳咗爺爺洪金寶硬朗嘅輪廓同爸爸俊朗嘅五官。細仔洪景熙都已經10歲，生得虎頭虎腦，好精靈。對於一個明星家庭嚟講，全家搬遷並唔係一件易事，尤其涉及兩個正處於學齡期嘅仔，教育環境嘅轉換、社交圈子嘅重建，每一項都係需要周密考量嘅巨大工程。然而，洪天明同周嘉慧呢次態度堅決，顯然已經籌謀咗好耐。早喺半年前，周嘉慧就已經開始頻密出入深圳各大豪宅區睇樓，甚至為咗避開狗仔隊嘅跟拍，佢曾經試過戴住墨鏡口罩，扮成地產中介去考察學區。至於由繁華嘅香港搬去深圳生活嘅核心動因，媒體同知情人士分析，最主要嘅考量或者都係為咗洪天明可以更加冇後顧之憂咁喺內地拓展演藝事業。近年嚟，香港娛樂市場萎縮，大量藝人北上尋發展。洪天明憑藉自己深厚嘅武術功底、靈活嘅主持風格，仲有爸爸洪金寶喺圈入面嘅強大人脈，喺內地綜藝、影視劇同商演市場都混得好得意。然而，事業嘅蒸蒸日上都帶嚟咗家庭生活嘅現實矛盾。之前就有好多傳聞指出，夫妻二人因為長期處於男主外、女主內，而且分隔兩地嘅狀態，感情生活一度亮起紅燈，甚至出現咗好多裂痕。呢種裂痕唔只係因為距離，更因為洪天明身邊一直都唔少狂蜂浪蝶。知情人士爆料，洪天明喺內地工作期間，曾經多次被拍到深夜同網公模特喺 KTV 包廂舉止親密，甚至有一次被周嘉慧嘅好友撞見佢喺橫店同某女星一齊食宵夜，動作好曖昧。雖然事後洪天明解釋係討論劇本，但呢根刺深深扎咗喺周嘉慧心入面。呢次搬家行動，佢嘅規模同辛苦程度遠超外界想象。為咗節省開支，或者出於對私人物品嘅珍視，洪天明同周嘉慧夫妻倆做出一個驚人嘅決定，全程親力親為，唔請專業嘅搬家公司。呢個都導致成個搬遷過程變成一場體力同意志嘅極限挑戰。兩個人嘅豪宅入面，屋入面嘅嘢實在太多，尤其係好多雜七雜八嘅細嘢，譬如仔仔嘅舊玩具、多年嘅紀念品、換季嘅衣物被褥，堆積如山，令人好頭痛。每一個抽屜、每一個箱都要兩個人親手打包、搬運、拆封。工作量之大令人咋舌。據說，光係洪天明收藏嘅數百雙限量版波鞋，同周嘉慧嘅幾十個名牌包，就整整裝咗50個箱。周嘉慧事後接受訪問嗰陣，估計都係人生第一次經歷咁高強度嘅體力勞動，成個人近乎虛脫嘅狀態。面對鏡頭，呢位曾經光鮮亮麗嘅港姐完全唔理形象管理，佢忍不住直言，語氣入面帶住一絲絕望同決絕，呢輩子都唔會再搬家啦。呢句話唔止係對呢次搬家辛苦嘅總結，更似一句沉重嘅誓言。佢坦言，呢種身體上嘅疲憊感令佢對屋企嘅穩定性有咗前所未有嘅渴望，亦側面反映出為咗家庭團聚，
佢願意承受呢種極大嘅生理同心理壓力。喺搬運最艱難嘅時刻，周家慧甚至因為極度勞累而情緒崩潰，坐喺滿係塵嘅地板上面大哭，指責洪天明點解唔可以好似普通男人咁多顧家。洪天明知自己理虧，只能一邊默默搬嘢，一邊任由老婆發洩，唔敢回嘴。細嘢雖然雜亂無章，但好在比較輕，多跑幾趟都可以解決。真正令人感到恐懼嘅係屋入面嘅大件嘢，譬如沉重嘅實木家私、大型家電等等，同樣令人頭痛。冇專業搬運工同起重設備嘅情況下，兩個人只能靠蠻力硬搬。喺曝光嘅搬運視頻入面，可以睇到洪天明彎住腰扛起沉重嘅衣櫃，脖子上青筋暴起，周家慧就喺一邊吃力咁拖住行李箱。兩個人嘅表情都因為用力而扭曲。有一個細節就係喺搬一個重型保險櫃嗰陣，因為電梯太細入唔到，兩個人硬係用防滑繩綁住保險櫃，一步一步鬆樓梯間挪落去。期間洪天明幾次差啲踩空滾落樓梯，嚇到周家慧面色蒼白。喺視頻入面，周家慧仲唔止一次爆料搬家過程中嘅意外狀況。為咗搬一些超重嘅寵物，兩個人都唔同程度扭傷咗腰部。洪天明因為一次用力過猛，當時就聽到腰部咔嗒一聲響，隨後幾日都直唔起身。周家慧都因為長時間彎腰整理雜物，導致舊患復發。但因為仲有好多嘢要處理，搬家日程又唔可以拖延，兩個人最後都只能硬剛，貼住膏藥繼續整理。呢種痛並快樂住嘅經歷，都成為咗佢哋夫妻共同面對困難嘅一段獨特記憶。可能關注洪天明、周家慧夫妻倆嘅資深娛樂記者都知道，兩個人嘅婚姻其實一直都備受質疑，甚至可以話係喺風雨入面飄搖。當初兩個人結婚嗰陣，外界就有好多雜音，認為周家慧係高攀或者借仔上位。呢種輿論壓力喺婚後並未消散，反而因為洪天明嘅唔定性而愈演愈烈。婚後，洪天明並唔似外界期待咁立刻修心養性，佢不止一次爆出感情緋聞，令周家慧極度缺乏安全感。嗰啲年，港媒嘅鏡頭經常捕捉到洪天明夜蒲同女性友人舉止親密嘅畫面，每一次照片流出，都係對周家慧嘅一次沉重打擊。其中最出名嘅一次捉姦事件發生喺某酒吧門口，洪天明被拍到同一名辣妹喺街頭扭抱親吻，周家慧挺住孕肚現場捉姦，當時場面極度混亂，周家慧當眾掌摑咗嗰名女子，而洪天明就鐵青住面唔做聲。呢件事至今都係港圈茶餘飯後嘅談資。反倒最近呢幾年，隨着年齡嘅增長以及爸爸洪金寶嘅嚴厲敲打，洪天明突然就收斂咗好多。佢幾乎冇再爆出新嘅感情緋聞，反而好似變咗一個人咁，將全部精力都投放喺賺錢養家上面。佢頻密接拍網絡電影，喺內地各大綜藝節目入面擔任嘉賓，甚至不惜放下身段進行直播帶貨。佢嘅拼命程度令好多同行都感到驚訝。業內普遍認為呢種轉變同佢想要挽回家庭地位，俾老婆同仔仔更好嘅生活保障有直接關係。但都有傳言稱，洪天明之所以咁拼命賺錢，係因為周家慧掌握咗屋入面嘅財政大權，而且對佢實行咗嚴格嘅經濟制裁。一旦佢再有風吹草動，就可能面臨淨身出戶嘅風險。呢種恐懼同責任交織喺一齊，迫使洪天明不得不夾起尾巴做人。不過前面都講過，洪天明嘅工作重心已經完全轉移去內地，長期駐紮喺劇組或者演播廳。周家慧就為咗照顧兩個仔嘅學業同生活起居，不得不留喺香港。夫妻倆屬於典型嘅聚少離多模式，都話距離產生隔礙，物理上嘅分離往往會導致心理上嘅疏遠。有咗矛盾爭吵，都唔可以好及時咁去解決，
只能通過冰冷嘅電話或者視頻通話嚟緩解，效果往往唔係咁理想。所以近2年，港媒都頻密曝出兩個人感情唔合，甚至仲有分辨嘅新聞傳出，言辭鑿鑿，好似離婚已經係板上釘釘。甚至有風水師出面點評，稱兩個人嘅八字天克地沖，如果唔分居或者搬家，恐有血光之災。呢個都喺某程度上促成咗兩個人北上嘅決心。喺今年早些時候，周家慧因為喺酒吧被拍到同幾位陌生男子舉止親密，一下就點燃咗港媒嘅八卦之心。照片入面，周家慧似乎飲得微醺，同一名男士貼面耳語，姿態親昵。呢組照片瞬間成為各大娛樂版嘅頭條。關於夫妻倆一系列嘅負面新聞接踵而至，譬如婚內出軌、婚姻名存實亡、夫妻倆各玩各嘅、離婚協議已經擬好在即。對於呢啲鋪天蓋地嘅負面影響，周家慧感到特別委屈，都好無奈。佢多次喺私下場合表示，嗰隻係朋友間嘅正常聚會，被媒體惡意曲解，但百口莫辯。更狗血嘅係，後來有消息爆出，嗰名同周家慧貼面嘅男子，其實係洪天明嘅好兄弟，係洪天明特意安排去試探老婆嘅，結果玩脫咗被媒體曝光，導致一場巨大嘅誤會。洪天明為此喺屋入面跪咗一晚嘅掃把棍。面對輿論嘅甚囂塵上，最後嘅結果就係周家慧同洪天明合體，接受咗港媒嘅專訪。呢次係一次精心策劃嘅危機公關，亦都係兩個人感情嘅一次公開路演。喺訪問入面，兩個人力證感情唔變，洪天明全程緊摟住老婆嘅肩膀，眼神堅定，甚至洪天明仲主動護妻，嚴厲否認老婆婚內出軌，並痛斥媒體為咗流量不擇手段。佢都喺鏡頭前難得咁動情，感謝咗老婆周家慧多年嚟嘅辛苦付出，承認自己作為老公同爸爸喺過去嘅缺位。但在採訪後台，據工作人員透露，兩個人喺攝像機關閉嘅瞬間，立刻鬆開咗對方嘅手，全程零交流，表情冷漠。呢種台前恩愛台後冰嘅狀態，令好多在場記者都覺得呢段婚姻簡直就係喺演夫。喺小編睇嚟，周家慧結婚之後，確實係為咗家庭，放棄咗自己嘅事業。當年周家慧好歹都係2006年香港小姐亞軍同最上鏡小姐出道，起點極高，樣貌同氣質俱佳。如果安心喺 TVB 拍夫，憑借佢嘅資質同當時嘅力捧程度，估計都能上位做一線花旦，甚至角逐視後。佢喺《鐵馬尋橋》等劇入面嘅表現都曾經獲得過好評，演藝之路一片光明。然而，為咗洪天明嗰句我養你，佢義無反顧咁退居幕後。但呢其中嘅辛酸只有佢自己知。洪金寶家族家規森嚴，周家慧作為新抱，唔只要相夫教子，仲要每日俾公婆奉茶，甚至連穿衣打扮都要符合豪門新抱嘅標準，唔可以著得過於暴露，令曾經風光無限嘅港姐感到極度壓抑。不過喺愛情同事業中，周家慧選擇咗前者。結婚之後，周家慧幾乎全面停工，冇太多嘅演藝通告。佢將自己全部嘅青春同精力都投入去相夫教子嘅瑣碎生活入面。屬於周家慧個人嘅時間特別少，佢自己好似都唔係特別渴望有獨處嘅時間，甚至可以話係犧牲咗自我。每次有空閒，都係同佘詩曼、蚊仲嫻、湯盈盈以及姚樂兒等幾位好閨蜜聚會。呢親魔女嘅友誼圈成為咗佢生活中為數不多嘅亮色同情緒出口。但喺呢個圈子入面，周家慧都係最抬唔起頭嘅一個，因為其他姐妹要唔就嫁入豪門穩坐釣魚台，要唔就事業有成經濟獨立，只有佢仲要為老公嘅緋聞買單，甚至仲要精打細算過日子。據說有一次聚會，周家慧睇中一款名牌包，卻因為洪天明限制咗副卡額度而唔敢下手，
最後都係佘詩曼睇唔過眼買單送俾佢，令周家偉嘅自尊心大受打擊。呢次洪天明一家四口全家搬嚟香港，移居去深圳生活，相信都係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嘅結果。深圳同香港一河之隔，既能享受內地相對低廉嘅生活成本同廣闊嘅發展空間，又能方便隨時返香港處理事務或者探望親友。對於仔仔嘅教育而言，深圳目前擁有好多優質嘅國際學校同雙語學校，能夠提供比香港更加純粹嘅普通話環境同更廣闊嘅內地視野。呢對於洪天明希望仔仔們未來能喺內地發展嘅規劃不謀而合。更深層嘅原因就係，洪天明希望通過物理上嘅隔離，切斷周家偉喺香港嘅嗰啲是非圈，同時都為咗令自己脫離嗰啲狐朋狗友嘅誘惑，喺一個全新嘅環境入面重新開始。更重要嘅係，呢次搬家係洪天明對婚姻嘅一種實質性挽救，結束異地戀嘅狀態，每日都能食到老婆煮嘅飯，周末能陪仔仔去公園，呢種煙火氣嘅生活先至係維繫感情嘅紐帶。周家偉嗰句呢輩子都唔再搬家，雖然聽起嚟好似一句氣話或者玩笑話，卻透露出佢對呢次新生活嘅珍視。佢唔希望再折騰啦，佢渴望一個安穩嘅窩。洪天明聽到呢句話嗰陣嘅恐慌，其實更多嘅係一種心疼同責任感。佢明白老婆為咗呢個家承受咗好多委屈同勞累。喺搬家前嘅最後一晚，兩個人喺空蕩蕩嘅老屋入面徹夜長談。洪天明甚至拿出一份早已議好嘅不平等條約，承諾如果再出軌就自願放棄所有財產同淨身出戶。周家偉望住呢份按滿公手印嘅承諾書，終於露出咗久違嘅笑容。從更宏觀嘅角度睇，洪天明一家嘅北上，都係香港演藝圈北上潮嘅一個縮影。隨着大灣區嘅融合發展，越嚟越多嘅香港藝人選擇喺內地安家，呢個唔止係個人嘅選擇，亦都係時代嘅洪流。洪金寶作為影壇大佬，早已喺北京等地置業，如今兒子一家落戶深圳，都算係家族勢力嘅一種延伸。洪天明喺採訪中都透露，爸爸洪金寶對佢哋搬去深圳表示非常支持，認為男仔應該多接觸內地社會，學會內地嘅人情世故，呢個對未來嘅人生好大益處。洪金寶甚至放話，如果天明咁欺負家偉，我就飛去深圳打斷佢嘅腿。呢句話雖然粗暴，卻都成為咗周家偉心中最大嘅定海神針。關於未來嘅規劃，洪天明表示會減少唔必要嘅應酬，將更多時間留俾家庭。佢計劃喺深圳設立一個小型嘅工作室，既能處理演藝事務，又能兼顧屋入面。而周家偉喺安頓好仔仔之後，亦都唔排除會復出接一些輕鬆嘅主持工作或者代言。畢竟佢嘅口才同形象依然在線，完全有能力喺深圳嘅社交圈同時尚圈重新揾到自己嘅位置。兩個人甚至仲開玩笑話，以後可以一齊做直播帶貨，夫妻檔上陣，既能賺錢又能天天喺一齊。據說佢哋已經開始接觸某短視頻平台，準備打造明星夫妻嘅真實生活人設，通過分享大娃日常同夫妻相處之道嚟吸粉。呢個或者會成為佢哋返工嘅又一機會。搬家過程中嘅嗰啲辛酸淚，喺新家布置好嗰一刻都化作咗溫馨嘅回憶。望住兩個仔喺深圳嘅新房入面跑嚟跑去，興奮咁討論住以後要去邊度打波，邊度食美食，洪天明同周家偉相視一笑，所有嘅腰痛同疲憊都煙消雲散。佢哋知道新嘅挑戰先剛剛開始，但只要一家人喺一齊，就冇過唔去嘅坎。洪天明特意喺新家嘅陽台裝咗一個秋千，承諾以後每個周末都陪周家偉睇日落。呢個簡單嘅舉動令周家偉熱淚盈眶。最後都希望洪天明之後嘅工作順利，唔管係拍電影定係做綜藝，都能有好嘅收成。
更希望佢哋一家人在深圳生活能夠更加幸福、更加快樂，將之前嘅嗰啲唔愉快通通拋喺腦後，用實際行動打破所有嘅分辨傳聞，成為娛樂圈入面令人羨慕嘅模範夫妻。畢竟喺呢個充滿變數嘅世界入面，家人閒坐、燈火可襯，先至係最大嘅福氣。周家偉嗰句唔再搬家嘅抱怨，或者正係佢哋渴望已久嘅穩定生活嘅開始，亦都係佢哋向過去嗰段混亂、猜忌、爭吵嘅日子做出嘅最終告別。未來嘅路仲好長，但至少依家佢哋嘅手係緊緊握喺一齊嘅。